妈回来了。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这次买彩券啊，中了1000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有预感。我又不是不回来看他，只是现在比较忙，他就每次都用这种奇怪的理由骗我回来。欣欣啊，你刚刚怎么都不接电话啊？我打好多次了。反正客户开会啊，你找我干嘛？我跟你说，记得我说那个彩券吗？好啦，哦，你不回来啊？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。